女子甲一組排球聯賽第2週嘅第2場賽事有協興對住輝廷噶。協興第一週聯賽就贏波而回啦，輝廷第一週呢就輸波嘅。第一局呢，喺賽前被睇高一線嘅協興呢都幾輕鬆嘅，可以話打得。第一局呢，成功贏25-13。去到第二局就緊湊得多啦，因為輝廷就開始發力啊，令到個分數呢咬得幾緊下嘅。你來我往，令到呢協興第二局係有少少難度噶。咁但係最終呢都可以順利贏25-22。加上球員嘅個人質素啦，協興兩位泳林呢發揮都非常之好嘅，分別就係彭泳林同埋詹泳林。彭泳林全場攞咗13分，詹泳林全場攞咗19分。對比起輝廷嗰方面呢，輝廷就冇球員全場得分係有雙位數嘅。最終協興喺第3局以25-21直落3局3-0擊敗輝廷。